200喎。OK， 你做得到快嘅，唔會對你傷嘅。OK， 咁你呢3日咧可以喺呢度咧過得好開心嘅。但係如果咧你平時屋企啊又懶嘅話咧，唔好意思啊，呢3日咧你將會好辛苦，因為咧你做乜都懶。聽唔聽到？聽啊！得6 B 1個舉手，6 B 坐低，其他出去。你攞到冠軍就掟4班，你攞唔到冠軍就4班掟你呢班，就係咁簡單啦。聽唔到噥一聲咧，今次揼100。6啲，阿俊。行低，手的，立正，手的，右腳遠啦，右腳遠啦，立正，手的，立正，6啲，好，3個組員出嚟。2次之後咧，對唔住，對咗先，自己唔識改對白就有排對唔住啊！原諒我啦，好啦，原諒你啦，又走得。乜嘢？冇叫人。咩唔係叫？冇打招呼叫簡稱叫乜嘢？冇禮貌。嗱，唔該，聽住。帶領打招呼嗰個唔該，早晨、午安、晚安講埋佢成句説話，有冇問題 ？No sir。需唔需要做？需唔需要 ？Yes sir。俾你啊。啲鹽得唔得啊？唔係叫你唱歌啊！你係一個 leader，你要嗌佢哋做嘢嘛！你咁嘅聲喺邊度得㗎？再重新嚟過。綠色，Go！睇齊，放低，收息，立正，收息，立正。我話你係一個 leader，你要嗌佢哋做嘢嘛！你咁嘅聲喺邊度得㗎？再重新嚟過。綠色，Go！睇齊。放低，收息，立正。好，全部又做10下掌上啊，好事。玩啦，玩啦，練咗咁耐都唔識，又做。1、2、3、4。你得唔得？冇喊冇喊。得。點解我咁硬？睇住啊，背脊嗰啲係支撐位啊，全部都唔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
加油！
步咯。你都唔我下媽你。啊，我手意啊！得啦，冇嘢，整發菜。爭兩個就可以起身㗎啦，爭兩個啫。你唔話俾二叔佢水啊？得，起身。你攬好啲你先好同埋你啊！頭先話俾人揼嗰個行出嚟。你好似唔夠熱情攬得。我唔好，你而家諗住我同你講笑啊！我到上次有一班要同我講笑，結果攬住墳墓啊！我講明，我唔會同你講笑。總之一離開呢度開始，6年裏邊。除咗自私之外、自利之外、帶嚟麻煩之外，你做過啲咩好嘢？朗誦攞獎係你自己個人表現。你諗下先，做風紀，你平時有幾可見到啲同學做得唔啱嘅時候，你會做個真正風紀走埋去警告佢，甚至乎話佢。6年班，平時你見到啲低年班做錯嘢，你有幾好話過佢？有啲同學自己嘅頭髮成個死飛仔咁嘅衰樣，咁你做咩榜樣？6年班最高年班喎，小學你都做唔到榜，仲要係兵蚊學校，你咪呢啲叫做講真吹俗啲講句叫陀衰家，讀書求其其，咁你點做一個哥哥姐姐角色？好簡單啫！今日你哋孭行李帶行李翻學校，有幾多個叫阿媽阿爸幫你拎？有幾多個自己拎？而家舉手放低，我哋睇下聽日走第3日走嘅時候，你睇下幾多父母幫你拎行李？呢啲就係大人同細路分別。大人係識得照顧自己，有自己照顧能力。細路仔係點啊？成日都要人哋湊住佢。乖啊！你哥哥俾個奶嘴，你冇奶嘴俾腳趾你選住先。你粗口以為自己好叻，去到嗰度人哋可以一連串嘅粗口同你鬥講。你有興趣嗰啲學校繼續玩，呢個叫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。你做乜嘢人，你就有咩結果。呢度有咩因就得咩果。所以點解學校嘥咁多錢？你交幾錢嚟？知唔知保良局津貼你超過600蚊啊？學校津貼，學校要津貼你幾百，保良局津貼你幾百。目的係想話俾你精英嘅同學，你發奮，你就係保良局嘅精英。你唔發奮，你只有拖累咗保良局黃志豪小學。你玩你癲，你玩咗6年，癲咗6年，仲有最後嗰幾個月你都癲埋佢，你抵死。你勤力啲讀下書，我唔知道係咪可以改變得到，但起碼一樣嘢，你都曾經為自己中學嘅生涯，你搏過一次，起碼你唔會咁後悔。